听到我的台语的，拢讲我的台语哪遐尼高水啦，对无看到？我会使唱歌哦，我唱歌大家知影。慢不错，慢不错。另外两个节目吼，戏剧收视率拢袂歹，对，拢不了管，叫两个唱帮呢。其中一个就是伊。我是电视的，鹿港人讲话无相共，我迄个咧做饭包。饭包。 饭包，阿姨讲啥？做便当。哦，无啦，恁某，我包便当。恁两个讲，我还没啥啥啊。便当啊！对，你讲包便当啊。所以你莫上屏东呢啊，屏东一把都没得上。喂，山，喂，水，喂，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蹦恰恰。大家一起处理，所有人拢有够水，感谢。今日现场安尼喜气洋洋喜气，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嘿，感谢咱全世界所有华人朋友收看咱上较有水准的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较有气质的节目，画山画水，画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大家好主编蹦恰恰。今日大家有缘来斗阵，共同来这个画山画水画玲珑，就是要来互相研究咱台语的美丽。来，当然现场要有台语文的专家，欢迎邓安祖老师。画山画水画玲珑，发挥创意有路用。大家好，我是安祖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阿长，哎呦，今仔日望你小可有机会做倒头一个。倒头，就是倒头，就是讲我若听袂的所在，拜托你甲我倒翻是，好，我上大力量，所以你会使对我后边。对哦，真的吗？我会使徛起来哦。你会使徛你以后来哦。我等一天等不久啊。无你平常时是咱喂，有诶。我平常时拢用脚头我行路啦。对啊。你这行这里不得得诶。因为今日要来请咱今日来宾，用台语自我介绍。好，当然是请查某囡仔先。请。大家好，我是江英琪。其实咧，我平常时咧是咧创啥咧？我平常时咧拍戏，拍8点档哦。不过即马嘛介绍会当拍国语的戏。不过吼，大家会听到我的台语的，拢讲我的台语哪遐尼高水啦，对无看到？无啊。无我会使唱歌哦，我唱歌大家知影。慢不过。小弟另外两个节目吼，戏剧收视率拢袂歹，拢不了管，叫两个唱帮呢。其中一个就是伊。另外一个，真的，另外一个叫什么亮亮。哦，迄嘛是演员。嘿，嘛是演员。我出道36年，唔捌看讲歌，伊毋是歌星啦，伊是演员啦。演员。中唱歌跳电。嘿。真的。正经的。规定拢红。我碰过伊唱到跳电，我无啊。我是唱到甲老师气死呢，安尼尔。迄老师，讲过的，气个遐高低。正经的。写出你关键。迄毋是我的问题，我讲，我甲大家讲吼，我做演员，啊，遐尔晓唱歌，歌手就免搁生存啦，然后对无？算啦，最棒玩家啦。是啦，嫁人未？嫁啊。感情好？袂歹。新婚无偌久。真的哦。你就知新婚的少年家，对不对？对。吼，20斤30妹妹。安尼恁翁头。安怎你要讲啥？你是做工课真心拢解歹。袂咧。新婚拢会安尼。但是因翁我，恁翁我算讲我有尊敬，真拍拼。嘿对。少年的上班，你搁咧兼做一寡遐有诶无？嘿，life。还袂着你。我咧兼做卖物件、卖衫。去国外卖衫。哦。是你连线。连线哦，流行安尼啦，即马。是你家己出去挂衫你听有无？我知。挂货、挂物件、挂衫。对。所以你是开店面嘛？
我有店面，毋过阮店面一个月甲开一工尔。人即马咧卖衫拢是安尼啦，因去甲韩国对无？用网络连线，来就伫韩国迄边讲，这领衫是偌济人要买，因就落单。对。早倒来台湾安尼。唔免讲实际物件伫遐大家看。唔免个像古早时代买顿来卖人客。所以你喙水要真好。对。可比讲，即摆这束衫要你直接甲大家介绍。来，我会写起来，来哦。哇，你这束都青诶。来，你介绍你这束啦。介绍伊啊，介绍我。来，咱大家来看，来看到这个男装有无？看面卖看好，看身材就知，身材是标准的。来看这啊背心吼，咱背心内底写，这有羊毛，羊毛是啥那种咩吼羊毛？听讲这羊毛有80%哦，你若买回去，我来讲内底卖穿拢袂歹吼。而且你顶仔日也是拄啊结婚，这当初就要创啥？互感觉吼，恁某感觉哦，你有猛男，有 muscle 的感觉。这当初内底卖穿，这领衫吼，这里啊放后开，互恁某看，我看，你看顶仔日有赞无？讲到这领裤，来，讲到这领裤，即马大家拢流行讲吼，爱穿甲垮吼，买6歪，互你看，互我看，互你看，互我看，这就是咱即马上流行。我甲你讲，即马的人啊，穿着这领裤出去，保准回头率一定很高。小叫回头率，哎呀，行出去，帅哥，你伫遮哦！我甲你讲，想要做帅哥，想要做型男，即马要创啥？加一，就是甲加一落去啦！甲试了就对啊！请，安尼我要相信，恁翁真正靠你的。你食头一个年无偌济啊？对，这利润足好的啦，你看伊。无啦，利润无好，莫乱讲啦！你在拄好讲利润好，即摆讲。普通尔，毋过就甲讲爱用我的性命落去换。谢谢啦，感谢你来啦。无啦，我嘛希望我常常来啦。来，我先请教伊台语啊，老师，伊即摆口才安尼真好啦。只是讲网络，因为吼，足侪人看你的，甲你买物件，所以若讲网络讲个对，足侪人甲你学起，唔通网络，还是网络。好，记起来。祝福你这个生理兴隆，通四海啦吼。好，啊你逐工安一个月赚几十万安尼，吼，恁翁就一个食倒咧放。买啦，伊也是乖乖去上班哦。用咯，袂着你，袂着你。用咯，伊唔该一日食倒咧放。伊乖乖去上班较实在啦。你拜托伊，我甲伊接触遮久啊吼，有人我真系傻无。好，来。啊，咱大家尽量斗听啦吼。好，斗听来。以后麻烦用台语自我介绍者。大家好，我是鹿港人讲话无相共的陈水。你介绍你家己啊？对啊，鹿港我是陈水啊，鹿港人讲话无相共。我迄个咧做饭包。饭包。伊讲啥？无啦吼，讲咧做饭包啦。饭包是便当的意思嘛？饭包是买的台语，较早叫便当嘛，老师。伊这是正港的台语。真的。便当是日本人过来遮才有，你若过去泉州、厦门，因嘛拢是讲饭包。所以这是正港的。便当就是便当。便当是日本人入来才有的。所以饭包是正港。正港。哎呦。对。啊，你是安怎开始唱歌的？我参加唱歌比赛。你这个歌，袂怪。唱歌袂啦。唱歌袂，唱歌无落讲唱歌无，唱歌因为一字豆加袂。伊用加啊？加字，就是咱咧讲的，就想到啥物，就讲出来就足自然的。咱以前受到教育，自然讲出来。你不是总铺师？总铺师啊。恁某咧？阮某包便当。包便当啦。包便当就是伊煮菜煮了诶。包去便当，无啦，包便当啦，包便当啦。哦，包去便当啦，无啦，包便当是包去便当啦。恁两个讲我听，是恁两个讲，我还唔咋咋啊？便当啊！有你讲包便当啊？包去便当无唔对。所以你莫上便当尔啊，便当伊别拢无咧上。长男嘛，还是长母较送去台南嘛？对。啊，上便当因某上便当。我了解。便当就对。继续问了呀。除了上便当以外，
咁袂使，咁袂使领导。阮个来上中华呢，无上到闽南。上中华了。好，来我来，来，熟悉偌久才结婚，熟悉一年，哦，一年都一年就一年通啦，一年通，一年痛，一年通，一通一输啊。还是像拍像。拍哦，都互相看对目啊，就介意啦。啊，免啊讲相拍相，啊，就迄阵熟悉，啊，我去因兜住一年啊，知几年？去因兜住，自己年去因兜煮饭煮一年啊。私奔自己你啊，知什么？知什么本？私奔。我嘛听过资本伊是去因兜做啥物物件？猪哦，住伫因门口困一年，对不？困一年是资哦。我知。煮啦，猪啦，住啦，哦，去因啦去因到租饭煮饭煮一年啊，煮饭叫做煮饭，资本啊，煮稀饭叫做煮糜，资本嘞，那若书包咧，啊，对吧？对包。对吧？对吧？不，老师，哎，人是碰到吹包啊，你公用电视台。阮以早时代咧讲教吼，是叫伊个食麦，讲食麦食麦，那就是泰国的哈，食麦，食麦，嗯，食麦，食麦啦，食麦啦。无啦，麦呢，麦甲麦无共哦，食麦久食啦，麦哦，食麦哦，食麦骨。麦煮麦食麦，啊麦，阮有煮咸的，甲煮甜的，有甜麦有咸麦，啊，咸麦甜麦，私麦，他们俩先下啦，私麦啦，咸麦啊，小弟，咱无食麦是啥物件？丢啊！吃饭啊，吃饭食饭啊，食咸麦。麦，咸麦，你听我讲食麦，咸麦，麦我呢？只解我的麦话，迄是无讲的。不咸麦，老师，给你捌听过食麦？毋捌，有个人讲咱爱讲尊重啦。食麦哦。迄是咧鹿港的特色。是咧尊重。拍谁？老港人食麦，煮甜的，煮咸的。厝内有煮麦哦，爱等来食麦哦。哦，厝内煮饭啦，等来食饭对啦。对，好，还有生几个？两个，伊爱去想哦。嘿啊，怪怪的，还是外口有啥的？两个，你一人讲出来。个迄一个别人生一个。无啦，一个走家，一个一个怎么干啊？走家怎，么干啊？走家，糟糕是什么？走干啦。女儿啊，走一个家，一个生个走架，阮家，啊一个行架，伊个叫做阮家咯，阮家啦，系阮家，啊，阮早走家，家咯，早囝啦，就老师对无？对啊啦。哦所以伊的意思就是安尼啊。对啊，阮家系啊，文家。今日敢袂好问你煞节目就煞。不会啦，哎，其实敢会当做一集咧，鹿港人到底是安怎讲的？嘿到底是足讲啥？注意的呢。阮老母，阮就叫拢叫敖啊，敖，哦，是龙鳞呀。敖，要变身啊。有的人讲伊啊，伊啊，有的人讲伊啊，啊，有人讲刀啊，有个牛呢，牛咧啊，啊，阮是讲敖，啊爸爸咧，讲阮爸爸，我爸爸就无啦，讲阮老爸啦，伊可能是阿母，阿母，阮敖，好，你会做，老师，今日大家听到可以吗？恁做歹款的，人讲伊家己的腔口，咱爱讲尊重，毋通爱讲笑。因为讲实在，台湾足侪无共所在，拢有无共的腔口啦。像讲演尖、鸡仔边、电，咱嘛是毋通讲笑。啊，像迄平湖人话，咱讲天黑黑，啊，因后西讲天摇摇要落雨。所以无共所在有无共的特色，咱拢爱讲尊重，毋通讲亏，毋通讲笑。是，就平湖，我伫平湖做兵的啊，平湖哦，你有做兵哦？我伫平湖做兵的，因为讲你要去倒，吼，要创啥物？因为讲啊，你要要倒面台啊，要倒面台，面台啊，面台。面台就是要我哥无讲蜜袋呢，面台要怎啊？因你高雄，因食你高雄是我的高雄吗？食鱼，因讲食鱼啊，食鱼，你讲两句我拢听无。湖是啥物？食鱼啊，食鱼啦，阮鹿港讲食鱼啦。啊，因朋友讲食鱼，阮就讲食鱼，我乱讲。你拢食糊啦，你拢食糊。朋友讲食鱼啦，
啊，讲食鱼啦，落讲食鱼啦，我紧来食啥共款鱼啊就对啊。系啦。好啦。即摆要来考验一下吼，考验毋是讲话啊，好，就是讲我用迄个成语，我用华语成语，恁家己回答出来，到底解释什么意思？改水意思，改水无啦，你的理解迄是啥物啦吼？来准备哦。我说左邻右舍，我讲住阮厝边的人啊，差不多。差不多哦，厝边的人。我说左拥右抱，我讲倒边揽一个，正边揽一个，头前够夹一个。无头前，你是你搞这用？无头前。倒边揽一个啊，正边揽一个啊。所以你给他说大不细就差不多了哈。哎，来，我说左顾右盼，我倒边揽一个，正边我都是让过啊。无啦，啊，我点嘛看一个。咱即摆就是讲头前后壁还是倒这边正这边，所有成语拢甲这有关系。所以你那叫做左顾我说左顾右盼呐。左顾右盼，倒边看一个，正边看一个，唔知要倒一边较好啊。对咩？对啊嘛。这你简单，你卖简单，卖遐为难好嘛？哎，我说左右为难呐。倒边嘛要爱，正边嘛要爱。你嘛倒边揽一个，正边揽一个啊。虽然伊是讲左右为难，但是伊这个两边是无共款的意思。那么所以我说左右为难呐。唔知这个好，还是迄个好，两边拢真好。来，我紧张的。我说左右开弓啊。左右开弓，我讲这边嘛会使，啊，迄边嘛会使，我拢凊彩会使。来。哦，我说顾左右而言他。啊，你问我这我无讲迄，我唔知你要讲啥话。我管他你在讲啥话。我你在讲啥话？水来。我说旁门左道。我讲乌龙蛇道啊。水哦，老师这个改了真老水。乌龙蛇道是讲蛇来蛇去啦。啊，其实拢一寡六国、蜀国、歪歌的物件。头前有外边的啦。对，咱咧阿里咱做一寡乌龙蛇道，六国蜀国。我说旁门左道。我讲六个是个普龙讲的啊。不对，普龙讲的。我说前仆后继。头前卡倒，后壁我给拍落。你袂使叫头前倒，后壁才做尾倒嘛。倒了，后壁我给倒了啊。不是，头前倒落去，后壁补去冲起来，安尼才有这意思。正常的看到啊，对不对？啊，唔得对，唔是头前倒，后壁去倒，啊，大家一倒，后壁迄个卖倒咁好。哦，好不？对。我说前仆后继啊。头前卡倒，后壁个打过去啊。是个大鬼啦。大鬼啊！后壁。你只小电头前迄个啊，砰！你就补起来，安尼。我唔是个打过吗？唔免个打过，你打过叫亲戚个打掉啊。无打到伊个卡落啊。无啦，你会使拉过下过嘛？你袂使个揽过。我说前仆后继啊。头前卡到，后壁冲过去啊。我说前功尽弃。规张好好，后壁倒了。啊，你对啊。规张好好，后壁倒了。规张好好，后壁倒了。伊这算伊的创意啊，伊嘛是会使啊。头先好好啦。可能咱是讲吼，做头无做头尾啦。啊，地基用起好啊，起到1楼2楼，结果尾啊无要起变，迄无前功尽弃安尼啊。所以这意思嘛是袂歹啊。好，袂歹，你胜利少年人喜欢。我车前车之鉴。那个等下我这唔是原因哦。你甲我管。这要读车啊，要读车啦吼，你拢会使啦。前车之鉴。来，我说前车之鉴。头前迄台坡落去，后壁唔通搁过去。水哦！你若是讲头前犯罪唔对，咱唔好继续搁犯到迄个错。看明明头前迄台车爬落山坎，你搁硬要驶过。你直接甲解释讲头前迄对窟啦，迄个车你看伊拖落去啊，你那个拖你笑。白毛要缀你驶。对，白毛你看我要创啊。白毛要驶。我了解，你的地是真正袂歹。哎，我说前程万里呀。祝福人一路行到顺。你若要讲一路吼，尽量。一路不是吗？我知影，迄小可怪。一路变升天啊呢。啊，无要讲。讲祝福人前途顺利，安尼嘛好哈。哦。啊，我紧来，我说后来居上啊。后来居上就是
头前跋到后壁落去啊你！个后壁头前跑，你一直头前跑到后壁，一直打过一脚去，你敢这打尔？逐项你就这个哎，你要大家拢讲一句啦。你讲后来居上呢。对头前跋到咱就落去咯。头前无一定爱跑到啊是。啦，本来伫尾后，啊，即摆伫头前啊。嘿，没得意思嘛是落过啊。头前卖跑落嘛，无啦，你会使头前卖跑落无啦？对啦，卖跑回啦。头前卖跑啦。对啦，伊的意思我了好啦解啦。我说后来居上，头前咧歇棍，后壁半个。头前无咧休困啦。头前哪有可能？你袂使，袂使讲跋倒嘛，袂使讲歇棍，啊无咱两个会过。你可比你可讲咱即摆这比赛，这走，你赢过伊，这就是后来居上嘛。啊头前哪有可能等休困等你？哦，等你个过安尼哦。你会使卖跑来卖休困无？头前唔免发生什么代志免啊。啦，伊说头前有啥物代志头啦？前平安就好啊啦，唔免有代志这啊。甲头前的无关系，这甲后壁迄个有关系啦。好啦，我甲你拼过。好啦。我说后来居上啊，头前无代志，后壁落地去啊。我说前因后果。有头前才有后壁。诶，伊嘛是头前后壁，伊这差点无跋倒安尼啊，伊嘛是头前后壁。哎，这一定先头前才后壁，因果有因必有果，啊，所以先跋倒还是先？是无跋倒啦。免跋倒啊，免跋倒啊。跋倒了。这代志就是讲，你娶到恁某，就是两个因果报应，不是？顶世人结的姻缘甲果报嘛。啊，了解无？原来是对，最后一条道，最后一条道。我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个真好啊，还是？前浪死在那条你拢这款的，我嘛唔知，我嘛唔知啥条你就这。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毋是头前跋倒。啊，嘛是安尼啊，啊，毋是安尼。不是啊，你不讲，有些头前跋了，要讲出了，就是讲交过，无你到底是安怎？你逐句拢会通的吼。你会使卖一直头前出代志无啦？我笑啊啦。长江后浪推前浪真简单嘛，就是讲你后壁可能一个新人，恁公司有一个新人出现呢，唱歌威胁到你啊，对不对？好，你地愈来愈袂，你本来一年出一张唱片，尾变5年出一张，你都要慢慢消失去。但所以3字，不伫心目观众心目都存在啊。我咧想，你直直讲，我想袂出来。冈山大有新人出啊！对啊，这就一半俩。虽然说冈山大有新人出，新人出，但是迄新人不一定会赢你啊，对吧？因为做拍拼啊。啊，哦，啊所以，迄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啥？不，先咱做头前人爱注意，咱来保持咱的迄个，OK？ OK，了解嘛？哈，了解。好来，我考虑，无，莫那个卡咩好惊，头前你意叫打落去。是，过来这个单元叫做俗语讲了好，啊，互你做主持人。你听个小语啊？唔免，我就跟他叫俗语讲了好。俗语讲了好，预备，来请。俗语讲，讲这句嘛。我刷来去，安尼，好，预备，哦，好哩。我刷落去，俗语讲了好。今年呢是大鼻孔幼稚园50周年的校庆，校庆哦，安尼咧，偏园长咧找咱幼稚园的老师，大家来做伙来想看卖，看有啥物活动适合咱的小朋友，甲恁的家长做伙来佚佗。到底这个老师会变出啥物梦呢？互咱继续甲看落去。老师，啊，阮兜阿欣啊，伫咧学校敢有乖？啊，杨妈妈呀，嘿啊，你有啦，中间底下有乖啦，啊，毋过吼，你爱注意哦，等下说伊中间哦，喙斗食歹，安尼哦。你这个青菜吼拢毋食，吼，喙口足歹，你爱注意，无安尼，我不爱食菜啦。安尼营养阮无。囝爱食肉啦，但是你嘛是爱人嘛无啦，即我爱食青菜较多啦。对啦好啦，我等你再甲你，等下，妈妈，我甲你讲哦，杨英啊，伊最近怪怪，可能你谈恋爱哦。谈恋爱？因为啊，伊是缀阮班上一个小查某囡仔叫佳佳的，伊一直缀伊的尻川后壁，伊缀人行，伊缀人我是行。绝对伫你后壁。你慢慢安尼啦，安尼伊介意查某囡仔，安尼好啦，我等去才
个了解一下吼，好啦好啦，好好好，老师再见，再见再见，拜拜，再见再见。哎，即摆囡仔吼出头食出头足多啦，啊无你们遮细汉就咧交男女朋友食哎无紧啦，无紧，迄就好算就好啊。对吼，啊，讲昨讲开会讲，啊，你有讲毋是讲今仔交客话册互伊？哎呀，你拢写袂哈？对啊，我甲你讲吼，因为最近是迄代志伤多，哈，我老实讲，我也袂写，哦，真正是我也袂写，我乖乖去写哈。哦，拢无写。恁吼拜托的，拜托的，啊，即摆什么时阵，搁还袂写，啊，就是讲咩，敢会伤离谱？哦，足无职业道德的，我3年前就写好了，写好3年了，嗨， 3年前，真的哦，真正写好了，写好了，等，你看，你写啥？咱看卖。嚯，这个你看我这个我这个写这个方法吼，要来庆祝咱迄个校庆50周年吼，这个让咱园长看到吼，好，昨日哦，学落搭这字话我有讲看过呢，你是乱档呢。没无啦，嘿，丹老师，嘿，我感觉你客话按怪怪呢，你写了怪怪呢。莫点这小钱，吼，到时摕互咱园长看，我看卖，看咱园长看了绝对学落的，你毋是你你看的。提啥互我看？对，各位老师啊，嘿，我昨甲恁交代讲，你写迄个客话书啊，即摆写了喏，写了。写好啊。 OK，拢写好了，拢写好写好了了。对啊，你不过这我客话书你看者，啊，那会这紧啊？我讲，你看，啊，哦，好看。哇，免惊啊，下摆慢慢叫我看。哦，你看，诶，袂歹哈，举办运动会，对啊，敢若袂歹哦。袂歹哈，好来，快谢。谢谢。过来。园长啊，我甲你讲啦，阿阮老师吼，虽然讲训练嘛袂歹啦，毋过吼，遮细汉安尼竞争无好，你看我想的，来，我感觉吼，咱会当来办一个烘吧啦，你看烘吧的活动啦，知无？其实嘿，对。你还未写进前，我就知你要写行嘛。哎，你哪会知？你会晓算命？唔是啊，个人的体格拢会想家己的想法对啦。你唔能够食。唔是啦，那为什么应该是行大猪较好？大鸡，当老师骂我袂讲。老师，你叫我老师啊？校长，我校长。我嘛唔是老师，嘛唔是校长。你会当的好啊。嘛唔是园长。园长，你看我用心的，我当老师啦，我足用心的。我3年前就写好了。园长，你看我这种，即摆囡仔吼，即摆囡仔大家拢吼，拢对，好。大家囡仔拢咧拍电脑，这什么活动啊？看手机啊，这教囡仔烂歌卖小演比赛。教囡仔烂歌无？诶，什么呀？安尼啦，我表演一个你看，迄个这个来，老师，园长啊，就是这吼，咱装一个水，啊一个烂歌无，啊安尼，有，安尼，不是啦，这个会使。这是大人咧算的，咱囡仔算的无共啦，囡仔算安尼，安尼无，安尼咁好。你敢若削角去种的，我了解。哦，小演哦，诶，啊，互囡仔接近这大自然，我感觉你搬遐做认真。我惊人看无。我是感觉安尼啦吼，这个陈老师啊。这是咱50年的校庆的活动嘛，吼，对咱幼稚园来讲真重要。啊，特别囡仔伫乐歌舞当中安尼，舞甲安尼太高烂落垃圾甲安尼唔好啦。这主要是讲希望讲咱这囡仔甲家长会当讲安尼做伙参与，会当感受咱这幼稚园内底活力，吼。陈老师啊，你搁较认真写一下啦，吼。我认真写。安尼佫袂使，你看我含咧你。詹老师，我都甲你讲啦，去用念啊对啊，伤离谱啊啦，叫什么啊？教囡仔乐歌舞小演比赛。对啊，拄则就甲你讲，一定袂使，佮无爱听吼。你吼真正是高价铁钉啊！
还佫有第二句俗语，请看。陈老师啊，啊，这啥物件？你唔对啊，我你讲，即摆囡仔吼，较少咧接触大自然。我调工设计即个吼，教囡仔伫咧烂歌舞内底小演比赛。啊，即好，即安尼好，即摆囡仔会当接触即大自然以外吼，佫互即囡仔有即个运动家的精神，拼冠军迄种精神。你免进行，免进行，免你讲啊。来，我来，志文来，过来哦。无来，你第一届。啊，第一个。唔是安尼啦，你坐这边啦，你坐这边。干嘛看你？安尼，我做迄拢啥啦？这个敢若迄个摔角的哦。嘿啦，等老师啊，佫会当互囡仔运动。哦，你教册若有再认真就好啊。哎呀，我知你讲咱你要囡仔什么运动家的精神，我了解，但是你也知影呢，咱这校庆是50周年的。 50周年对啊。主要是要互囡仔甲是大人会当伫咧感受咱这个幼稚园内底活力甲迄个欢喜的感觉。啊，你写这个物件是有较含淡薄啦吼，麻烦者，陈老师，莫想这有诶无诶，定下写好，好不？哎，当老师我搞13年，那有啥物这？那老师这我啊，我拄则就甲你讲啊，你看去红念啊，对啊，上离谱啊！啦，囡仔人生什么教囡仔什么两个无。沙无小演比赛，哎呀哎，呦，拄则甲你讲，你都无爱听，一定袂使嘛。哦，你搁一定要讲，你这款的吼，就是叫做教拍卡唱。来拍婆啊，鼓励！来，够拍个钱。来鼓励来。拄则这个行为吼，咱有听着两句俗语，第一句叫做教教铁钉，第二教拍卡。卡琴，赞成第一句叫做教教铁钉的，请举手。这么是跳过这个跳过敢是一个，铁器？好来手请放下。教界呢？你经教教铁钉的解说者。我感觉是毋是铁器啊？如果硬感觉我就硬买安尼硬。因直直甲讲袂使，我直直要跳园顶看。教教铁钉，你硬要跳，你认这是对的，所以你的意思是安尼。你两个换位啦。我两个好。你这边我嘛是教甲铁钉啊。哦，你嘛是啊？来，恁这边是教教铁钉，我这边恁是教拍卡唱。拍卡你有啥物想法？我是感觉教拍卡唱咧，因为教的唱就是，一时啊都无啊，有淡薄乱来艺术啊。哦你有感觉带陈老师随意哥伊的想法是有一点异想天开。像我听你咧拍卡唱，嘿，对，迄个意思吼。我听你拍卡唱，好像就感觉你做代志那呢暖迄种感觉。少年人语言有咱袂了解。恁两个是这个意思吗？差不多是。阮少年人，我讲。普通咱讲狗会夹啥？夹伊爱食的物件。骨头。啊，有时是骨头啊、肉，伊拢会去骨头夹吼。肉啊，另外一种时啊，咱有时定咧讲看到主人会夹球啃喙，啊，狗会夹夹转来。啊，当然是主人夹，你学做狗，还是哪物件互伊食。所以狗来夹骨头、夹肉、夹球，拢真正常。毋过一只狗，去夹铁钉，佮夹条条，佮毋愿放，安尼就足奇怪。所以狗夹铁钉一句译起来话就是毋敢放。啊，其实这件铁钉对伊来讲也无路用啊啦。啊，所以人甲你讲，啊，甲你苛刻，啊，你拢唔听，你足固执。啊，铁去当个做，拢无想要改变，这是一种意思。另外吼，拍卡唱。拍卡唱这个语词算古汉语哦，为古早留到即嘛哦。这是咱祖先去迄个甲迄个东南沿海遐吼，甲百越民族一寡语词留落来，像讲拍卡唱啦、加纸啦吼、加轮笋啦、狗遐，这种是算以早留落来的话。啊，狗拍卡唱其实怎这无啥物大代志啊，所以狗拍卡唱怎无人会插伊啦。所以若讲教头的表演，随意啊，伊
足固执的要甲这物件一直甲塞我出来。啊，硬甲讲唔通啦，唔通伊就唔听，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高架铁顶唔愿放。伊无一定对的啦吼。对，但唔管唔对，拢无要紧，了解这两句什么意思啊？吼，来拍破啊，谢谢。吟诗作文真趣味。特别咱吟这首传统的台湾念谣进程吼，拄有三字，大家咧问讲，啊，迄落歌仔到底要哪写？落歌仔糜啊，对，落咱讲的淡落落，淡落落，所以淡落落一定要用什么边啊？应该什么？水边，三点水。啊，若落你会想到倒一个音，这个一个音。哎呀，硬怎会这么熬？真搞啦！老师教了好。哎呀，无状元老师，状元学生啦吼。啊，歌咧，今日歌啊，伊歌。哎呀，朴树朴就是朴树朴。哦。落歌糜水啊，糜咩写？啊，就是中一个米迄字。嘿，对，哦，歌糜，下骹一个米字。哎对，朴树朴就是朴树朴。真正是啊，了解了，好，感谢老师。这是咱拄仔讲迄囡仔，唔好对落歌嘛，落歌糜就是安尼写吼。来，这首真简单，我认为免写教吼。来，迄个水爷来唱一者。月娘月光光，老公啊掘菜园，水哦。菜园掘桑桑，哎哟，老公啊要种葱，葱无芽要种茶，茶无花要种瓜，瓜无籽掠着一只大鸟鼠，老公啊气甲强要死，老婆叫伊归去种木耳。哎呦！这有史以来上简单的，所以差不多10字拢对啊，都唔免写教。但我头听你念唔是安尼。哦，啊无啥。你用自己念。你伊少年的，伊少年的，我听我少年的。预备。月娘月光光，老公割菜园，菜割桑桑。哎哟，老公要种葱，葱无芽要种茶，茶无花要种瓜，瓜无籽掠着一只大鸟鼠，老公气甲强要死，老婆叫伊归去种木耳，对无？对伊来讲已经听到真好啊，吼！但是对我水的念的是完全正确。来，各位请起来。对啊，来怀念这首咱吼，真趣味的台湾念谣，进2、3、4。月娘月光光，嘿，老公掘菜园，菜园掘桑桑，老公要种葱，葱无芽要种茶，茶无花要种瓜，瓜无籽掠着一只大鸟鼠，老公气甲强要死，老婆叫伊归去种木耳。谢谢，感谢大家后日继续收看《为山为水为人龙》。这个台语是咱较早我无听过，因为其实台语有北部腔、中部腔、甲南部腔，所以咱有当下你讲台语讲哈，你是讲啥？是不是咱讲唔对，还是讲唔对？其实拢唔是哦，是每一个所在拢有伊的腔。所以，咱爱定定来看这个节目，为什么？你安尼，你后摆就知影，人到底是你讲啥。有这个节目真正足好的，当咱大人带囡仔吼，做伙来看收看咱这个节目啊，甲囡仔教育啊，甲咱这个咱台湾诶特有的这个台语的这个文化来保存起来，吼啊，慢慢去传去啊，大家加油！